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的7月2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65篇第8节到13节，创世纪30章37节到43节，以弗所书第6章第10节到18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靠主坚强。雅各在他舅舅家的遭遇，如果换是别人的话，很可能早就被击倒了。雅各却仍然是坚强的活下去。不但如此，就如同昨天的经文当中，雅各向拉班所说的，都是因为我的缘故，上帝让你蒙福，财富增加。上帝是雅各所仰仗、所依靠的，是使他坚强的一个磐石。昨天的经文当中，雅各跟拉班的协商，我们看到拉班再度耍了心机，但是雅各所依靠的上帝却使他坚强，使他继续的蒙福，财富大大的增加。创世纪30章37节到43节，雅各取了些白杨树、杏树和梧桐树的嫩枝，剥掉一部分的树皮，使树枝露出白色的斑纹。他把这种树枝插在羊群前面，羊喝水的水槽里，因为他们来喝水的时候交配，羊在这种树枝前交配，便生下有纹、有斑、有点的小羊。雅各把绵羊和山羊分开，使他们对着拉班那有条纹和黑色的羊。雅各用这种方法增加自己的羊，并且把自己的羊群跟拉班的羊群分开来。健壮的羊交配的时候，雅各就把那种树枝插在他们前面的水槽里，他们就在那一些树枝之间交配。但是当瘦弱的羊交配的时候，他就不插那种树枝。不久，瘦弱的羊都归拉班，强壮的羊都归雅各。这样，雅各就越来越富有，有许多的羊群、奴仆、骆驼和驴。保罗在劝勉以弗所教会的基督徒的时候，他要求他们要跟主连结，并且要靠主上帝的大能力，成为坚强的人。这一段非常著名的基督精兵的这个经文，保罗提醒基督徒要穿上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，来抵抗魔鬼的诡计。以弗所书第6章第10节到18节。最后，你们要依靠主的大能力做坚强的人，你们要穿戴上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使你们能够站稳，来抵御魔鬼的诡计。因为我们不是对抗有血有肉的人，而是与天界的邪灵，就是这黑暗世代的执政者、掌权者和宇宙间邪恶的势力作战。因此，你们要以上帝所赐的武器装备自己，好在险恶的日子里能够抵抗敌人的攻击，战斗到底，始终守住阵地。所以你们要准备好，要以真理做腰带，以正义做护胸甲，以随时宣扬和平的福音做鞋子穿上，又常常拿着信心的盾牌，好使你们能够抵御邪恶者所射出的一切火箭。你们要以救恩做头盔，以上帝的话做圣灵所赐的宝剑。你们要在祷告当中祈求上帝的帮助，常常随从圣灵的带领祷告，要事事警醒，不要放松，要不断的为信徒祷告。撒旦的挑战、魔鬼的诱惑随时都在，所以基督徒应当要靠主坚强，就能够得胜有余。诗篇65篇第8节到13节，
全世界为了你所成就的大事肃然起敬。从日出到日落之地，人都因你的作为而欢呼。你看顾大地降淋雨滋润，你使大地肥沃丰收，你所赐的河流充满了水，你使大地不断的生产五谷，你使耕地雨水充足，你以水滋润泽了土地，你降细雨使地松软，叫幼嫩的农作物生长。你赐福年岁丰收，你足迹遍及，百物富饶。牧场上的牛羊成群，山林间欢声载道，牛羊漫山遍野，谷物满坑满谷，万象欢呼高唱。感谢上帝赐福给我们，然后保守。只要我们愿意跟你连结，你就必得到保守；只要我们愿意跟随，就能够得胜有余。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